好，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，特别讲到4个唔通，也阁有3个一定。另外，继续这方面要来关心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进前讲伊是国民党、民进党上界大的攻击数，不离个国民党的韩国瑜，昨暗日咧开达格兰大道造势暗会，左港人照赵少康伊讲到，投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，袂输就是敢若投蔡总统共款，互宋楚瑜听了到地真无欢喜。下则伫咧新北市中和车队落街拜票进前接受访问，骂国民党伫咧操作气泡效应，嘛甲国民党这老兵厝内人话声，情绪小可较激动。做回来听伊拄则访问。跟诸位讲讲看，他的经验比得上宋楚瑜吗？要气什么保什么？当然要气那个没有经验的，也没有能力的，让真正有能力、有经验的人为大家好好做一点事情嘛。大家想想看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只有看过昨天他讲了一句话，对民进党像匈奴一样，我昨天讲的话像匈奴一样啊，捞了就跑。但是国民党的那些高层跑到大陆，你去看看大陆的中央电视台，每天找的这些不成才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人，我摇头啊，在那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话？骂台湾，骂的比匈奴还要凶啊！但是跟诸位想想看，但是看的老共啊，比奴才还要奴啊！真是丢我们台湾人的脸啊！各位，但是韩国瑜讲民进党像匈奴一样的匈奴，我讲了，他难得还讲了一个对的话。我今天又看了他登的广告，也讲了一句对的话。韩国瑜说，中南部最支持民进党，日子却过得最苦，没有错。民进党对不起中南部的这些探假郎，因为中南部的这些乡亲日子确实过得最苦。但是韩国瑜先生啊，我要问你啊，那些黄复兴的老兵啊，过的日子比你们国民党这些高层啊还要苦啊！你去看看国民党的高层啊，一个都是肥猪猪的，住在哪里啊？你去看看他们啊！黄复兴的乡亲啊，只有我们亲民党的党团啊，帮你们在争啊，你们被这些人在骗啊！我很同情韩国瑜啊，他就是被国民党这些派系的高层当作傀儡在里面耍嘛。他原来会要去选总统吗？不就是国民党在那里内斗把他拱出来的？他有这个能力吗？今天国民党的黄复兴的各位老朋友们啊，我到了中永和，我感触最多啊。我老爸在民国38年把20多万这些老兵从大陆上带到台湾来啊，我父亲亲自在那边指挥从越南回来的这些老兵啊，包括这里面有黎建南的爸爸，有这些人啊，我父亲在那边指挥，我姐姐就在川端桥下，就是现在的永和的